大家好，我是 Lisa。今天我要来跟大家介绍5个在美国生活或者是旅游必备的 App。娃娃 TV。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Converter Plus 啦。这是一个测量转换器吧。很多人可能知道，美国很多使用的计量单位跟台湾不太一样，像是我们的长度呢，大部分呢都会用公分，而美国呢则是用 feet 或者是 inch。那重量呢，我们大部分用的是公斤，而美国呢则是用磅。还有像是温度啊，我们是用摄氏度，而美国则是用华氏度。像这样子不同的计量单位呢，还有很多啦。而这个 Converter Plus 呢，几乎包含了各种单位的转换，让你不用再伤脑筋了。另外这个 App 里面呢，还有一个我最喜欢也是最常用的功能，就是这个小费计算器。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在美国吃饭呢是要付小费的，但小费应该怎么算呢？在我们这边呢，中午呢大概是10到15%，而晚上呢差不多是15到25%。用这个 App 呢，你只需要输入你吃饭的总额，再加上你要给的小费的趴数，它自然呢就会帮你算好总数了。那另外，如果你要跟朋友出去吃饭是 AA 制的话呢，你也可以在这个 App 上面打上人数，这样它就会告诉你每个人都需要付多少钱了。我个人是觉得这个 App 蛮好用的啦。那如果你数学不错的话，或许你不太需要这个 App 啦。但如果你数学像我一样很烂的话，那你可能就非常需要这个 App 了，不然你可能每天都会被这个数学烦死。好，那第二个 App 呢，就是这个 Venmo。Venmo 呢，绝对是学生必备的 App 之一。现在在美国啊 ，Debit Card 跟 Credit Card 呢，可以算是非常的普遍了，所以大家出门基本上都不会带太多的现金，以免被抢嘛。那 Venmo 这个 App 呢，就是可以让你免掉跟朋友在聚餐或者是有各种消费行为之后要付钱找钱的麻烦窘境。大家可以请一个人付钱之后呢，其他人再用 Venmo 转钱给他。Venmo 呢，它可以绑定各家银行的账户，这样你可以轻轻松松转账给你的朋友，不用任何的手续费，也可以让你转钱给你的朋友，或者是向你的朋友们收钱哦。不过 Venmo 呢，跟银行不太一样。你存在 Venmo 账户里面的存款呢 ，Venmo 是不会支付你任何利息的哦。好，那第3个要介绍的 App 呢是这个 Starbucks。喜欢喝星巴克的人呢，一定要有他们的 App。它除了可以让你轻松的用手机点餐加付费外，还可以累积星星兑换免费的饮料或是餐点哦。现在美国这边呢是1块钱1颗星星，所以如果你常喝星巴克的话呢，很快就可以累积到很多星星了。好，那第4个要跟大家介绍的 App 呢，就是 Uber 跟 Lyft 了。Uber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虽然它在台湾有不少的问题，但在美国却很盛行。在美国啊，尤其是加州一带地大物博的，而且加州很少计程车，所以在加州呢，自己没有车就像没有脚一样，很多地方都去不了。如果你要靠自己搭车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啦。如果只是平常从自己家里到学校或者是工作的地方的话，自己搭车是还好啦。但如果你要出去玩，或者是要去超市买很多东西的话呢，相信我，你自己搭车绝对会搭到疯掉。而且有些地方就算是搭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也很难到达。所以啊，如果自己没有车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利用一下 Uber。Uber 呢可以事先预估费用，多人平均下来有时候比搭公车还要划算。那第一次注册搭乘的用户呢，还可以获得搭乘的打折优惠券。那如果你觉得搭 Uber 太贵了，那你也可以试试看 Lyft。Lyft 呢跟 Uber 基本上是一样的啦，就是2间不同公司而已啦。有时候可以看到司机同时是 Uber 也是 Lyft 的司机。当然 Lyft 也是有手搭优惠的，所以大家也可以2个都下载下来，2个各搭1次，直接2次优惠给它省起来。另外我建议大家可以2个拿来比价看看，有时候是 Uber 比较便宜，有时候是 Lyft 比较便宜，反正就是看哪个便宜就搭哪个啦。好，那最后压轴要介绍的 App 呢，就是这个 Yelp 啦。Yelp 呢是在美国寻找美食必备的 App， 在这个里面呢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餐厅跟商店资讯，你可以透过 Yelp 知道他们的地址、开店关店时间、大概的价位，甚至还能知道他们有没有提供免费的 WiFi 啊，是否接受预约呀，能不能使用信用卡付款等等的。你也可以透过 Yelp 找到你现在位置附近的餐厅跟商店，有些餐厅啊甚至还可以直接使用 Yelp 来定位。更重要的是呢，用户们可以直接在 Yelp 上面看到顾客们对这个店的评价，以减少大家踩到地雷的机会。
那最后啊，我想要问一下大家，台湾有没有类似的 App 可以推荐给我呢？美国有Yelp，日本有 Tabelog， 那台湾呢？我每次回去台湾都只是吃一些自己比较熟悉的店，或者是在台湾的家人朋友带我去吃的一些店。而我自己呢，也想要尝尝别间店，可是又怕踩到地雷，所以我想要问问看大家，台湾是否也有类似的 App 可以使用呢？那其他国家的朋友们呢，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你们国家是否也有类似的 App， 或许有朝一日我去旅游可以用得到哦。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或者觉得有帮助的话呢，不要忘记去帮我按赞加分享。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也不要忘记去帮我按一下订阅，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赞一下哦。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